ธุสาธุสาธุสาธุอุปยอุปเสงว่าสวาโลเตจีจิตจะได้ติ้งได้ไปว่าก้องเก่งพูดก้องอูเลี้ยวซีปุยเตนาสิก้องหลังเอวเทจะได้กี่หวยกอชีคันเสงจะได้ซีหลังตัวสิก้องหุดเย่ต่อเตเย่ชุดแก่หลังอามากับอาปา这个四行是真正背地，真正侪人讲我唔捌来个暗，特别唔捌来暗嘛，伊大啲厝伊真正教伊爸母，伊本是结尾是要去天顶的人，所以你看真正侪人大啲厝日暝啲教爸母是尾来是要去天顶的人，落来咱在咱大啲这边阿西亚的所在，咱的责任做囝的责任。就是要教爸母，那是教了爸母，这个就是讲离开这个世间，伊本是去天顶的人。这吉祥经不大就讲，马德比都巴达囊，马德就是阿妈，比都是阿爸。那是有影路教了阿妈，甲教了阿爸，正着你是去天顶。特别你看哈密书佛经，伊讲阿妈甲阿爸，伊无像咱大家讲阿爸阿妈，阿爸阿妈。你忽看到dalam 这个内行，阿妈甲阿爸，阿妈的功劳较大。个第二项这个人若是讲伊不管是渐渐地教这个，若是讲伊无教这爸母地极门垮垮，离开了世间，稳稳的落这地极了。咱这个人伊行去行后爸母，伊个人就是啥讲阿无话讲冇 civilized 冇高级，就是讲伊个人较有文化的人，较会晓想的人，到伊若是有文化的人，较会晓想的人伊个人是一项一项贪亲戚，一本慢慢会晓挂。照佛讲你知无啦？天顶看阿爸阿妈，像甲一个台湾天王。有的人讲天顶你看咱这个世间的人，伊爸母正是想讲一个神仙，真正好的神仙。佛本讲天顶大家看，也是讲迄种人，若是讲有行后爸母这个人就是想讲，像一个出家人，伊有了尊敬咱的这个佛经，所以这边伊讲哈密事咱就要教咱的爸母，因为哈密事细细汉咱直细汉，咱是细细汉的时逐项伊鸟咱，伊互咱讲，互伊教咱，伊看成咱一年。一月日对一月日，一年对一年，一饲咱大本是伊厝，逐项伊做啥物件，伊有这个内行心，真正熟伊个囝，真正听。若是讲一个囝就教着，然后物件教网教啥物教，还是讲不倒听，爸母先夸心，哎哟，安怎会囝呢？这个听，有当时爸母讲你这个听，互我听较好，伊人甘愿安尼想。所以今日佛讲这个人就要尊重爸母。第二项，伊要顾啥物伊要顾伊个食，伊个穿，伊个大，伊阿嬷若是破病，伊就要顾。若是讲阿嬷无破病，还是阿嬷阿爸无破病。其在咱做囝儿特别，伊人因着是安尼若是讲阿嬷，还是讲阿爸，还是讲伊长会囝要斗出垃圾，斗摕滚水，斗啥物甲了做吼 ，anoint their bodies， 互伊芳水下啥物 ，and then 伊人引导人伊若是看着爸母安尼，伊人跪落去，逐日也滚水洗伊爸母的骹。咱这边马来西亚无人做安尼，你看
去印度路去看，伊人举一个水，了阿爸骑也是坐，了伊人举步，酒也爸的脚车。因为人印度真正热的所在，了有的人翘无穿鞋，伊人无像阿毛人有穿袜穿鞋，伊人个所以今日特别贵咯，洗个脚、切个脚。一个甲了就是讲天看到天本讲，哎哟，安尼好个人。Blessed by the wise， 你到那是会做安尼啊？天顶看你真正有个人，啊，你这个人好，或者那是来我爱拖，看生意拖伊起来伫天顶，安稳100%去天顶。这个印度甲什洗骹是啥物啊？伊人揉了铁布切了个要乌落个，伊人有这个叫做麻油。有落互伊爸母，因为咱这样做菜园啊，就要骨就要虾米，所以人就有落互，有落了啊，若是有诶较有钱，佮家己有落了袂要紧啊，佮有当时看伊爸母虾米，佮要互伊穿金器，因为虾米算伊人少年诶时啊，伊人拖磨摇肚头的骨的虾米，拢总诶钱互这囝去读册，安尼囝去较有会得过了啊。应该伊就一般是买互伊阿嬷淡薄金器，还是阿爸有当时伊人个人啊穿迄个人卡机，计细伫家里诶。Actually， 咱做囝儿就要加减互伊，所以伊去倒落啊，伊若是讲拍毋见路还是倒落，伊会摕即个金器淡薄摕来去卖做 spare 物件。所以即个就是讲较有钱诶人，伊人买淡薄金器。因为咱一细汉诶时，你看。手指啦、二郎啦，虾米，这个甲了倒落来，就是阿爸阿嬷欠生欠死，互咱囝儿来去用的钱。所以一个人若是有关顾爸母，这个四项一定要谈。逐个爱出世长岁寿，一个人囝正，伊若是有孝主的人啊，伊逐个较长岁寿过人。伊若是无钱，本是无钱，伊大啲出来啊，伊真正。快乐的人，我无累是无累，但是我人的家庭啊，真正你顾我顾你看我的爸母我顾伊，安尼你看今日我的囝顾啊，伊人10分会满足欢喜。第三项啊，人若是行好爸母，伊有包袱就是讲有力，虾米啊？若是讲有累人，伊话虾米一声，人真正听伊话。伊若是无累本好啊，巧是巧，大人看啊，你这个人安尼好的人啊，所以人唔敢对价伊这个物，伊人无对价伊。了第四项啊，伊若是有了教会，因为伊会晓顾伊爸母，伊教会的物件无虾米会散。有的人啊，有虾米物件，万一久若失败做一个空壳，但是若是人行好爸母，伊会即个想讲，伊会钱银啊，虾米唔使惊失败啊。咱若是无诶呢，无诶伊来较低命。你评看，若是两个人，一个有效，一个无效，但尾较无效诶较爱低命。第二项，伊快乐较无。第三项，伊无虾米包袱，无虾米有力。你发一声，人讲小狗伫胃，无虾米人睬伊。咱第四项。伊若是要失败，一下伊失败。因为虾米事？这个两项，这个两个，一个好甲一个无好。因为这个人若是伊行好爸母，伊会这个 gratitude， 伊会情真正大。这里佛有讲4项，咱特别爱有情，这个对佛对个大地，对阿嬷甲对阿爸，咱特别知伊人的情。因为咱安怎大，咱就要知讲伊人的苦工作坐落伫遐边。直接不达讲啊，你知无咱的爸母是正像咱的台湾天王马哈布拉玛来，因为虾米说马哈布拉玛有了这个4项，慈悲喜舍，你人看这禅庵，伊有系一个佛心，伊人讲四面佛，这里佛咧唔是四面佛来。佢咧是四面嘅阳光，也是四面嘅神。因为虾米属于人下一个阳光有四面，
因为伊有了这个四行款的形，这四行款的形，伊会晓笑，伊会晓吉祥。了有当时伊真正欢喜，有当时伊心平平。这四行就叫慈悲喜舍。台湾天王因为有了这个四行，人爱做一人讲啊四面神。若是有影一个人四面神，你想看这四面人安怎去困？爬过来爬过去，这个鼻孔弄来弄去，安怎去喘气？所以这个就是咱在讲是四面神，伊了有了这慈悲喜舍。哈密事咱叫咱的爸母是这个有吉祥，咱头头有这慈悲，慈面是笑，真正笑。因为你看一个阿嬷，伊若是有身份了啊，伊可以达步人知我有身份了。你看，若是讲伊真正好的人啊，恭喜！然你看伊的爸母，让两人兄弟，两人安尼平平去互老君看，有女的去找 private 的老君去看，无女的看政府啊，也是面试，咱伊人看验了血，学了血无够，他们食饱，咱你一个着食，迄个着食。所以伊人哈密事伊人点点要互老君看，搁要开一个类，了搁要看了血，大项糟糕。因为伊人希望讲，我趁哪要顾我的某，养身体健康，把日我的囝出世10分的完全。无一个查某希望讲，哎呀，你来做你来啦，你开骹开手我本无拍插，逐个查某本爱，你互我的囝出世高高水水 ，and then 大项完全完满，所以安尼点声，伊真正惜伊囝，所以一个武大讲啊，一个爸母呢，囝有伫腹肚呢，伊想甲伊囝，爱伊囝好，伊食饱食虾米啥物啊？安怎欠阮落伊加减，伊要食会饱，虾米事？希望讲一个囝把日出世完满完全，所以这条的点声，伊是 fully meta， 真正会晓惜一个囝。第二项啊，伊只要吉祥。你看一个囝就生出来，这个生出来呢，爸母的心无相了，他妈大伫腹肚内面，伊时间笑，他那出几粒不通动着我的囝，一只蠓来呢赶走，什么若是讲蠓来啦，还是目杀啦，还是虾米物件，你看伊人赶走，伊人真正顾，这个就是讲吉祥，唔通目杀。蠓好心斩着我的囝，我爱我的囝，唔通人去作乱。咱你看伊只囡仔只好呢，爸母心什么呀？哎呀，虾米属于好，虾米属于好，看伊下村话，下村都好事，那不到一看咚，哎呦砰啊，虾米条来做。所以你看伊真正这晓吉祥。几粒吧，若是有时你看腹肚无安怎，这个无安怎，到底虾米事好？哦，看着伊肥啊，人家你看挖分啦，有诶有女诶去找啦，老公啦，虾米去看，阿多你好你虾米啊？甲拉买lotion挖了你零就好。所以你看伊人第二道啊生出来诶时，伊人真正吉祥囝。了特别若是讲较大汉了诶时，你看囡仔伫学物件。哦，虾米啊？你叫伊讲啊，大志国人家你伊甲你做，哦欢喜哦！你看我囝会晓做，来是行路时阿妈欢喜，你看会晓行路了欢喜。来虾米物件伊来晓做，伊晓讲话，伊晓行路。了你叫阿爸，伊叫阿爸，头一句叫阿爸，你知阿爸就说，哎死，唔捌人叫我阿爸，今日人叫我阿爸，笑欢喜，所以阿妈本笑，阿爸本笑，所以这个点声是不得讲啊。一个爸母真是目的达就是啊欢喜，真欢喜。有一个囝，有当时若是你知无啊，红只加减讲话，有时讲话你知啦，你无顾我无顾老人家咯。特别安怎做啊？因为笑一个囝啦，笑一个囝，因为这个囝来绑一个红只，靠较亲到对。所以一般时乱看，因为阿爸本真正笑，阿妈本真正笑，人生是人生笑，特别笑的时较辣较香，因这个红只大概爱亲个好多对。所以这个就是讲啊，
过一项啊，伊较大汉了，去读册。你看者讲伊读册了，读点徛在报间。那是阿爸看到阿罗喂，囝8个一个啦，笑到2、3日袂嘿。这就是大欢喜的点声，所以这自悲喜。个第4项啊，有的囝有时乖，有时歹，咱知。了若是讲歹，不如咱教，啊用自悲扣起来教。安尼伊若是歹，不如咱本就教。伊乖时，咱本就讲安尼你做对；歹时，你甲伊讲即个你做，我人无笑你。你看大个囡仔无做，你去做。所以你教即个用叫做下的路教伊。了若是个较大汉了，伊教完了，爸母啊真正来路在爸母，有的人讲啊，我mother我father busybody， 点要查看我 girlfriend 打落虾米打落，你只敢要查我事做虾米？即个囝若是讲安尼话，是囝无明白阿爸甲阿妈的心。因为阿爸阿妈唔是 busybody， 唔是三九六婆，伊是惊讲我阿爸我的囝把自去教因即个结尾会好甲尾袂，因为真正侪人教因了，要加无就久，教手我莫甲你讲话了，莫拍插了，加落了离开了，所以真正侪爸母唔是讲 busybody。爱讲囝喂，你教因我人真正欢喜，特别我人爱你教因长久久，三摆我人死了，你人搁伫亲，我人真正欢喜。所以这个就是讲啊，自悲喜舍，伊真正笑，伊希望讲你人会结尾真正好。and then 有当时啊，你人红只亲，伊人本来偷看。唔是讲伊busybody，伊偷看咩？有影啦，安尼亲阿咧安尼好，转去两个老人讲阿咧真正达啦。特别你若是两个教员，你其他指甲唔是你，切拍甲子教咩？哎呀，爸母大啲出来，惨啊啦，我的囝。若是讲新妇好诶，阿咧这新妇家在真正好，这囝真傲慢啊！安你看伊人两人，日讲啲。拍算路人的事，所以这个爸母的心，你看真正坎坷拄着有了一个4项。过一道不大讲啊，你知爸母啊是正是咱的大啲学堂的先生，头一个先生，你来问伊囡仔，头一个先生就最真正侪囡仔讲 Miss Tan， 唔是 Miss Tan， 头一个先生是阿妈甲阿爸。你看头条，你看阿妈抱咧囝是，那这个爸爸，这个爸爸，啊，这个姐姐，啊，这个哥哥，然后你看有时阿爸抱，那这个妈妈，你拍妈妈好无？唔系，啊，伊这个囡仔是乖的囡仔，你拍妈妈，也物件哭落去，咱再讲咱的囝认真是较慢，所以咱再讲这个，所以头一个先生啊，是咱的爸母。伊教你，这个会使做，那个会使做，这个唔通做，那个唔通做。这个教了就是头一个先生带伫咱的厝。第二句有当时不得讲，爸母正是咱的这个上个双卡像福建安尼样。因为这个人啊，若是讲你看搞的拜佛的人啊。伊真正尊重即个咱的佛经，他那不佛无了，佛无了，较济伊人早去换伊人布施，或者即个回向，他们属于人布施，伊人看伊是真正好的人，点教人做好。安尼今日我听的经真正济，我囝们听真济，然我布施伊，我正福的背地。阿妈甲阿爸本是像安尼。佛讲伊人的地位本要上甲阿里亚马哈桑卡，阿里亚就是讲成功了的佛经，马哈桑卡就是讲啊出家人，因为伊人日名爱人好，所以爸母王真正爱咱好啊，所以咱就要看伊上啊一个桑卡那样。然后到伊若是上桑卡，不得讲啊，虾米物件你布施伊。把这路较大汉了，路摊着累了，路保施你爸母，
正你征服的背地。有当时你人去甲人抱，红姐去了阿嬷的高丽囝，对来的点声，头前你对来入厝看到出去，看到阿嬷甲阿爸，伊做啥物？伊高丽囝，无是就你高，大啲甲人抱，应该你想我阿爸人食啥物？伊是甲食个40岁的肉干，我买。and then 查某人，我鸟真正是甲食一个这个羊肚鱼煲的这个甲人抱的，我买一包。这个唔是讲当盘，有的人讲落去讲当盘，这唔是讲当盘，这个是应该讲今日人做工互你，对来你看到伊人，你应该发着欢喜心，发欢喜心买物件送伊。So worthy of offerings， 这头一项讲，伊人你看伊上一个福精的人，你互伊物件，你是征服的背地。And then worthy of hospitality， 还有礼貌甲爸母，唔通讲爸爸，嘿，come here，爸爸，come，袂使。你买啥物物件，爸爸，你到人来我见你看这个物件好无？安尼样，你袂使讲妈妈 come here， 妈，这个迄个袂使。所以这个爱有礼貌，爱有大有小。像新疆，我逐规甲人讲，你看古早人长人，伊人行后爸母无相，伊人新疆跪落也地，妈妈讲，妈妈我讨互你食120岁啦，安尼。你若是敢做安尼，都对呀，有当时阿嬷大点点，特别你看他等于去房间一目有流。你话惊无人教，今日你看伊听经了以后做安尼，这个就是讲你会晓人的礼貌，应该咱做囝就要跪落。一年一道你买甲好一后的隔壁乌不要紧，唔通讲硬挂吧，硬挂地跪落去，阿嬷讲，互你食长命。今日我一年大。拢总咧公路，有当时阿嬷念，特别那边一想，所有人想好。第三项那是咱要送啥物物件，有当时咱知讲咱阿嬷较老，咱伊逐规3块是古早，通咱知较老，咱买较老实互伊。妈妈我甲即个布一个吓你老人，所以。唔通讲只系物件呢，钱嘅物件你本爱夹，即讲 worthy of gifts 就是讲你用嘅物件。咱你看故事拖磨甲半死啊！哎呀，妈妈我买一个 hand cream 互你啦，互你抹水啦。特别无听到阿嬷讲免啦，即个物件我老人了要抹。特别阿嬷 ，we are very nice lady， 我袂晓想半项，我抹一个我爱你水啊，好好。So gifts， 啥物物件你可以是征服的背地来。And then 第4项 reverential salutation， 还有礼貌，坐落的时阿爸就行入来，唔通个坐个骹翘伫桌顶，袂使。无半人的时你会使下骹下伫桌顶，假如看到阿爸阿嬷入来，骹慢慢放咯。Daddy， 安怎样？徛起来 ，that is the way。这个是讲有礼貌，真正深的礼貌。将你徛起来，再讲话甲伊。咱伊叫侬 sit down，OK， 爸爸你本坐，咱老人再讲话。A field is a field of merit to the world。伊讲正人啊，甲了人有机会，特别这个机会无人爱摕来用。他那点点咩啊？永远要去乱做，爱拍碰珠，爱钓鱼，爱去掠鸟。所以这个物件，甲了唔对，这个机会有，你直做，你愈做愈多，你赚机会愈多。所以这个是第5项。And then 嗰一句，佢讲啊。爸母啊，伊真正孝的囝，特别你看武当啊，伊是孝众生，特别爸母正孝的囝。有当时伊真正苦，伊唔捌互囝知，人唔知有当时啊做爸母啊苦，你虾米事啊？唔是讲花无100日红，天无100日光，有当时伊泪头红，拄好囝本破病，要死去死啦。
捌，一个爸母不捌讲安尼，无雷本去找雷去照去阿咩来医个囝，所以有时爸母真正苦，伊无互囝知讲我伫苦，伊敢开雷去找本有，所以这个咱咪知啊，特别真正这只少年家啊。伊伫好诶时，伊伫欠用爸母诶时，阿嬷等甲阿嬷底，阿爸等甲阿爸底。特别过了后，伊伫人伫发达了，伫好命了，真正侪无想着安尼样。到无想着安尼样，惊伊人老了，爸母老了，较袂晓顾了，惊儿无顾爸母。有当时你看古时啊，伊逐个古时来做阿嬷财务面。100-300块，过了neck带个了有，特别他那老了，你看伊衫，有伊衫边阿西色嘅衫，白衫边灰色，所以你看这个是绝对唔对，这个是惊儿无斗顾，所以这边不到讲，应该你这个阿爸食你就要顾，穿你就要顾，伊大好事无，你破病有人顾伊无。这个若是讲有了这个事项，你是好诶囝了。特别早2月日，一个人来斗我听，阿嬷81岁了，and then 甲伊妈加路了，阿嬷诶枕头点门口出去，叫伊妈出，81岁要去大陆，你人想看。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人安怎嘛唔对本哦，伊无想讲81岁本无听到这个老人有淡薄软弱了，人有软弱了，囝佫袂晓看破，佫敢来赶伊出，这个就是讲伊这边失过伊爸母。所以这个我通常讲一条的故事，到底福建的再来。正福有伫世间的点声，有一个老 Brahmin 是好野人来，几百千，and then 有4个后生，and 这个4个后生就安怎做？伊就伊4个后生，一个以后教完了一人啊几百千4个，伊分甲了剩淡薄伊累个有啥几百千个，and then 点无点伊查某人死。这查某人就死了，个剩个淡薄，了他那这老人去做啊，点大紧啊，特别唔拄这个4个囝都巴结，阿爸累个安尼坐，了白日呢唔知伊个会带个一个无，假如来带个一个了呢，忽然累咱无谈了，所以4个巴结阿爸等甲阿爸底啲地骨来地骨去了，咱阿爸喂，你来大甲我人啦，你家伙啊，你顾你安尼老了，唔免安尼坎坷啦，搬去了我人顾你啦，你唔使惊，你若无事干，你大甲大个，无事干，你来第2，第1无事干，你来第3，第3无事干，你来第4。and then 讲甲阿爸搬啊，死个搬甲隆重无半行了。无半行了，安怎做？一个大甲大囝，大新妇讲：阿爸，你家伙你分的是啊，是无你分大囝较济，是别个囝较济。所以这个老人就知，虾米谁讲安尼话？就讲你大汉的久了，逐天一个囝呢？你无去那么2个啊，还是那么3啊？所以这老人无事干，走了，后面去大甲第2，头脑3日好，大家只有食鱼、食虾、食鸡、食肉。咱第2日、第3日，老人另外一块多，咱买来，那么叶新妇讲阿爸，你分家伙是有分饼，还是分我人较济？个就走第3个。第3个本安尼做，第4个本安尼做，买来这个老人举这东角去偷食啲鸡咯。millionaire，今日落来看，和新妇落血，囝新妇老人
死死的卖过，所以这边同人讲啊，这个老爸会饲10个囝，10个囝未饲这个老爸，所以伫这边你看，一直留伫北间，安咱你在故事你好家人，今日你来讨价，人看衰你，所以你人会记这句话，有钱的时唔通大开，也唔通过头讲订个死三摆。假如做朋友20年，你又找过本一条唔系超啊，你唔通安尼做，你着大量淡薄，正确淡薄。所以这个物件，你人，所以这个就是啊，买来一做去食啊，去讨，你来讨价，人看衰你，所以你人会记这句话，有钱的时唔通大开，也唔通过头讲订个死三摆。假如做朋友20年，你又找过本一条唔系超啊，你唔通安尼做，你着大量淡薄，正确淡薄。所以这个物件，你人，所以这个就是啊，买来一做去食啊，去讨，了人看衰，有的人个配烂，有的人讲这个什么啊，今年的好家，这个叫这个老爸无饲，安规个北间讲个了。安这个老人日暝夹只东家伫讨食，一间过一间伫讨，有时讨有趁食饱，有时讨无，安有时人是咩啊？食剩了烧咧，碗拢总多互伊食，安有时肥伊买来皮包骨，安皮包骨了伊个惨，一日讨一日无，安佛教的是讲，无一个朋友。有钱的时啊，哦哟 ，friend，无钱的时啊，无一个人睬咯。咱一想到佛，啊，你我知讲啊，一个布达真正自卑的人，我来去找伊，所以这老人去找佛。and then 这个告诉，and then 布达才教伊这条诗，你学了这条诗。and then 佛教的点声，你学了这条诗，虾米日子向边来是伫开会的时，你去向边，你甲伊讲，你人万只听，有人还未开会听我讲淡薄故事。and 这条诗不大教呢。Day at whose birth my heart was glad。这鬼囝还未出世的时候，有啲报道的时候，我就欢喜哦。做魔鬼哦，我请人哦，做老热。特别今日，伊看我像个一只马，老了未做工了，未做工了，马老好食买饭啊！出去街路去食草，一粒饭本无，一粒糜本无，所以不大介，你念安尼诗句，你白去安边。你再无啊未生的时啊，直直吐啊！我谈了一个后生，阿老真正好，读册佫真正好，教了真正好，特别娶了某，翁某孬的，一个讲叫人家，即唔袂使讲叫人家话，听人骂我啦，我关系啊嘛，即 sorry 啊，唔通讲咧话即讲坏来坏去的话就对了啦。你看今日孬的赶我出。逐间你去个了，拢总赶我出，所以今日你看我真正凄惨。今日你看我也这个动感，这个动感较厉害过我的囝。今日我若是跋倒，我的囝无来看我。特别这个动感我有哪行？伊这动感互我知讲，这个是哭，你就写字啊，这个是啊。定所在，你就要写字。伊互你伊知讲，这个你就小心，一面就小心。我的囝虾米本无，所以讲来讲去啊，今日就是讲啊，我这个死的囝甲死的媳妇啊，真是真，拢总看我袂起个了。佛教的时，伊才讲啊，我甘愿。宝贝，这个茶会救我，我唔捌跋倒安尼这个茶。特别今日我这个死的囝，无一个睬我做者。佛教的点声，伊人向边开会，若是假如一个家庭无顾爸母，
伊人结尾就要抬头，即个交替天坛甲日日，伊个囝儿伫大开会点声，即个老阿伯白起，伊讲老人请未开会时，听我讲几句话，咱一念这4条诗，这4条诗写淡薄就讲啊，拢总是这妖精妖怪，毋是囝来，特别吹啊，阿爸等甲阿爸底，特别惊这阿爸是食鸡咯，困鸡咯，无配单无枕头，咱这人就听着呢，拢总掠个囝要来，啥讲啊，反正追，咱都看伊囝就看着，哎呀，拢总人要掠呀，咱跪落去爸母阿爸，写我人无做，我人毋知讲你安尼伫受苦，把你才会请，安尼虾米事啊？阿无棍要断。所以人就才惊，所以跪落了，这个老人变都好着呢。好啦，我惊日写我无做，我求了人毋通睇啦，就安尼，这个事会带转，特别就是讲带转，安尼这复杂讲这个人啊，伊减这个自闭，咱这个带转哦，去照叫，也叫转去厝，囝大。2囝大，3囝大，4囝大，大只大虾米？买来圆都对，圆都对就变好命。咱日这4个囝8个，阿爸喂，差不多咧生日了，爱无咱来叫来做生日。你看这老人讲，生日是好，特别我伫巧的时啊，无一个朋友我来，或者我伫好家时我的厝啊。人客无限，今日你看无半个朋友，咱伊讲有影你来要做生日呢，请佛来，咱你看伊老人叫佛，甲伊500个和尚来，伊请，请了这个佛才讲经，讲这个行后爸母的经，咱4个后生甲4个新妇，拢总成一个罗汉。因为他们属于人本是真下久做好的人，特别因为参了唔着人家讲嘅老股东唔买钱，所以这个就是讲，互人讲啥教唔着经，所以今日的人变歹，所以睇下伊就食人会唔着，所以伊人甲了拢总佛家甲未来人成一个罗汉，到成一个罗汉，伊人脱离这个4个苦的所在。咱都看，咱住伫天顶啊，咱的天公，大人知，大家有拜天公。你看今日虾米事伊今日去出世伫天顶，因为伊住伫伊做人的点声，伊这条是一个人名叫马哈利，马哈利去问佛，伊讲佛世尊，安怎这个人今日贪做天公？佛讲啊，这个人啊，马哈利啊，伊故事伫做人的点声，伊有7个界，伊7个界下面，伊佛教的点声无经通听，伊家己想这个7项，这个7项一对真正重严。头一项讲，我还未死，我的爸母我就要顾。我无别人顾我的爸母。第2项，对我的家庭是大人，我就要尊敬，像阿伯就要知阿伯，阿哥就要知阿哥，阿嫂就要知阿哥，阿嫂，有的人叫伊阿哥阿嫂，阿狗查某袂使，就要阿哥，就要阿嫂，这还有 honor 礼貌，这 elders 咱的是大人。第3项。伊讲话真正 always 有的话，无伤着人的话，听了真正爽的话。逐个我伫教。第4项，伊毋捌听这边学别边，西抓龙出伊无。第4项，伊家己想的解。第5项，毋通贪心，贪心甲欠用无相。真正一个人讲啊，你是安怎，你渐渐爱。你爱啥讲？哇，渐渐拼要去安怎要去立团要虾米？你嘛是自私无？因为我伫大苦，我要知，我要做好。
这个欠用啥呢？我不到腰，我欠用鸟只，欠用跟爱无相。爱面我袂食，我袂食，你来盐唔好食，死鬼子你要叫我食，我无食。所以爱跟欠用无相，爱一想，我爱这我爱回来，我爱好诶，欠用面我不到腰。青菜啦，下面物件啦，手煮一地本落互我食，买不到腰，所以这欠用甲爱，你就要知。所以伊讲我无爱贪这物件，我欠用我食，无欠用我无食。这是第五、第六，我讲话是实的话。所以你看，你人若是有要 practice 讲唔通骗话，是天空嘅所在。and then 第七项，有当时人我生地气。我要关我身体，安尼要可以随随落，唔通讲几粒加落红食了啊！3个月莫讲话，虾米事莫讲话？安尼囡仔伊无顾，安尼囡仔无顾，3个月都莫讲话，看伊坎坷袂，所以真正歹。几粒伊人收，安直去大坑，大坑，啊无话讲，stitching time saves nine。你要补你壳啊，细坑的是你补无了，你要老大坑，了滴大，未补了啦，掂起角我错嘅把你补。所以这个个了成7项呢，你人来做，你人或者是去天顶嘅人。安尼你人看，正好我逐个爱讲这31人天顶，你看目前人去天顶嘅时，看到一个红光，安尼每只红光。哇！你做虾米？你厝啊金当当，然你看伊讲虾米啊？我是真正巧的人，我无去暗，我无做虾米，我日暝顾我爸母，伊做10工，人好虾米物件，伊夹对互伊爸母食，伊这个好家人的物件是好的物件，伊家己巧到半死伫破茶，伊满哪有这个物件通食，所以好的物件伊不对互人食，食了看伊阿爸有食剩，伊才趁食。安尼呢，伊去天顶，所以真正会用看，若是讲有影有行效呢。咱古老来，我讲一条的故事。你看咱比比沙拉王，你的某伫生，伊的某伫有身份的点声。然你看伊某，按照你一散，伊问伊某，你是病囝，你爱虾米？然伊某讲，我唔敢讲啦，我爱的物件，我讲袂出啦。哎呀，我是王，你卖虾米，我会互你。打落物件我本来跳路，我是王来，特别安怎做？伊讲啊，我病囝真正来咯，我要接你血。王讲我要接我血因素，然后安怎做？要王挂伊手，了互伊无数了安尼呢？伊病囝无，只病囝无了，买来啊，这个查某就去看命，看命讲惨啊！你这个囝白日要来杀阿爸的，害阿爸。你看，伊阿爸讲，我无半个太子，今日我的囝若是要杀我，不应该我互这个囝落囝，我爱伊就个，我甘愿我的囝害我不甘愿。你话做爸母先呢 ？If my son kill me, never mind。So， 伊唔可以无食牛膏药 ，and then 伊靠并要过伊某的房间，入也虾米？出也虾米？伊看袂使好食药，买来生，生了你食，伊本再讲这个囡仔买来杀伊，你看伊安怎做？真正熟的囝，一日伊抱伊囝又妹妹，抱了虾米？伊囝生真加边，伊囝直直好，伊啲心事，人啲头铁，啲心事，你看伊这个王安怎小囝？摕伊个囝的手夹伫喙，直直扫了伊哪哪破了哪哪安怎做啊？你若是爬起来行呢，上个故里听人讲，爬起来行呢，你到底你国几些人？绑架，什么人绑架？没对了啦，像postpone了，把日子了，所以爬起来安怎做？你哪哪到底喙？伊甘愿吞落去，所以你看爸母啊，无惊。你人看我大啲老公厝啊，故事啊，大
逐个妈、逐个囝、逐个看着囝换南边，看伊使，有诶，佫摕来味看。安尼古时若是臭味啊，伊人知dysentery了。无像咱摊啊，几粒落滚，几粒落。古时甲了拢总要家己做，要端要烧。老朽，这甲了无人做安尼物件了，古时乱去看，甲了有这物件，所以你看大母啊真正高，所以吞的哪落去 ，and that is 心事。咱未来的时，一个囝要来做伊的时，安怎做啊？伊听电话打讲，你要听大家咧巴士了，你要来做王啊？你老哭了咯，你堪会做了巴士 ？and then 不直接啊，伊举刀下伫那边。行来行去，安伊阿爸出入，想要签唔敢签，想要签唔敢签。了尾来怎做？伊阿爸看，囝，我看你安尼 restless， 虾米事？然伊囝讲，阿爸，我讲袂出啦。这里我有一支刀要签你，我唔敢做。啊，虾米事你要签我？安尼我爱做王。哎呀，英叔啊，你要做王啊？你都唔使签我死。然你看伊拍广告，明仔我会囝做王，哎，你看随互伊囝做王。就囝做王了的时，伊个朋友个解，了你阿爸做咩啊？我阿爸放伊去啦，伊通哪无做王？你笑的啊！你阿爸那是个翻到对啦，如果无通做王啊，你咪做伊死。所以强烈呀！阿爸关伫卡库间，你人捌去印度时，你去看拉扎加哈迄卡库间的位个有伫个，你去看一铁链锁掉阿爸，安伊意思是讲啊，我唔敢抬我阿爸，我爱顾甲伊死，了伊安怎做？一个关无好食，水无饭无，安then你知无？无半人会去，剩阿嬷会去呐。and then 阿嬷就讲，大日去看，头几日一去的时，头尾一包的饭，即大啲咧查某的咬咧 ，and then 可以食，买来就掠了伊边讲伊听了讲，阿嬷，即个你若是去看爸，你咬呐，袂使有肥粒有虾米，所以妈在伊安怎做，头尾啲头毛。所以人超的衫无，特别头毛有一百个肥，三个摊起来，都本安尼，互人看到，过去搞王者，讲阿妈，这个你袂使头尾肥啲头毛，所以这个要入来，衫本就着超，头毛本就超 ，and then 头尾啲鞋，新的鞋，去了，下咧肥只，巴得只，cream 只，薄物件下落去。因为虾米时候保守达波人，高干呢，高了不要紧，钱落去，本互人看到，过去搞，安尼个阿嬷，即个你袂使摕半项去，所以安怎做啊？袂使摕半项去，阿嬷就去长液了，香菇清起了，则抹牛油、蜜糖、牛油、蜜糖、牛油、蜜糖抹个香菇，了则互伊达波人一直食，一直热啦，一直食。安尼点问，我阿爸袂死啊，我阿爸袂死啊，伊唔敢抬。安尼买来啊是看，你阿爸啲热啦咧，买手个了，骹个了拢总，哎呀，你讲阿嬷，今日去最后袂到，过了你袂使来啊，所以硬要互伊阿爸死。And then 到伊无来，伊个某无来，伊带啲铁链，伊看到咧虫啊一个坑，伊看到咩？这个坑啊，你来通啊去印度啊，拉扎加哈你看，这个卡古根，这个一个铁链，会看起个虫啊，虫啊会看起叫做咧拉扎加哈的山，咱会扶达过啲界线的位。And 一去路达过扶。去路这条路，伊看，伊逐个看到啦，伊举手摆，安尼会乐欢喜，本会做一把。你人看有个人伊啥坐闲了，你叫伊食物件，直接食一顿，伊食淡薄片来讲饱了，安尼虾米算？伊香菇有乐，
伊较会打喊了。所以你看伊人买来啊，因为我打过也未死啊，咱讲也未死，即道伊囝安怎做？叫咧剃头的人抬我阿爸的两支骹，抬的皮了了挖甲来水两的骹，就安尼也巴死。特别回感声也巴死了啊！一个查某来报，啊，一个伊王江的人来报，你某生囝生大宝太子，你看头一道在摊做阿爸呢？哎呀，今日我做阿爸了，你心欢喜心，你这欢喜心安怎做？伊就走去问阿妈，阿妈，古时我出世的时候，我爸安怎样？咱的妈命伊无真高，如有啲不当的时，我就要食豆胎，要赶，要互伊出来。如今日来饿咧，把饿甲咧把死。咱如今日来吓甲伊他妈来伊断开了。咱你看有哪讲有哪好。所以伫这边你看，一个人若是真，伊若是无惊后爸母，伊去做着伊阿爸死啊，买来啊，伊真正惊福利，伊对个不要紧啊，到这个头一个桑卡亚那，伊做叫做，伊是讲说饲只500个回箱，逐日保持或者500个回箱，恁看成这个叫做。桑卡亚那就是拢总500个回箱来啲读经，读这个巴黎 text 噶咯，啲读，伊做安尼好，今日你看，伊做着阿爸阿妈死，人未走，到啲地极摊啊，特别结尾不到讲，这个人白日要来出事，伊要成必借福。所以你看，若是甲谈着这个成了这个做了这个恶罪啊，这个人未离开这个，未讲啊，闪开世间啦，闪开这个叫做地极，伊太死活，啊无太死活，伊相活，这个就是咱的地瓦达达亚巴都上了，讲着活的镜头讲。老会，咱的自我家去下药做甲好以后，做甲好了买来，伊想着福，伊落地极无间地极。第二项啊，唔通去太死回想，有了成了1个、2个、3个、4个，你若是做了啊，地极你未走了。所以这边啊，有的人做回想师傅的点声本有。第三项唔通分开回想，有的人就伫落火这边嘅回想，落火那边回想，和回想甲回想伫架落伫拍，所以这个本是爱落地嘅。第四项唔通睇死阿妈，第5项唔通睇死阿爸。这个5项是叫做大嘅恶，到有了这个大嘅恶，这个人稳大伫地极未走了。所以，到若是咱若是无对这个无做着这个5项，安怎咱未来堪咩做好，未来离开这个世间，快来跳出这个苦海。所以会使讲啊，大人我知路人无，所以路人 better practice 训练这vipassana禅，结尾早甲晚路人会谈。有当时这时未谈，后时你去出事天顶，你出事天顶是这红光。3款的红光，9款是对落金的享受，这个个落要拍落来做出事做人。第2项，伊对了这个红光，有时做好，有时做歹，有时做好，有时做歹。这个像讲，你像剃头后，慢了放，慢了污落，慢了放，慢了污落。第3项，日暝伊渐渐坐禅，你后面属于大啲世间，伊日暝渐渐关系 practice， 所以安尼款的人。天顶真正济个，唔是讲无。天顶啊有一个叫做苏达玛好，像咱的讲经堂，本有讲经堂，处处啲讲经，
รู้หลังน่ะสิเก่ากองเก่งรู้หลังลีคุยเซกันบ่จะเจ้าจิว่าบ่ไหลขิงเฮ้ย这里不是啊这胡搞事啊人个来真讲经啊沙度所以รู้หลัง做对自己个未来结未来รู้หลังสิลีคุยเซกันในหลัง所以搞这边เอาไว้เลยไปจะว่าจะสวาโลอันจ้า对台北部安怎一行我拆一行唔通讲阿爸有治了想甲阿爸无治本就要想甲伊安怎行好无治了诶安怎行好我才讲后个礼拜我听讲有诶人讲无有诶人讲有我唔知有人 find out from 胡高社安尼我听讲唔知是无啥着อันนี้เวลาไฟนอลขวาโซเก่าจริงนั่นเลยกับบุยจริงโซคุยห่างเก่งเจโลกับเจโลรีแลกซ์ตัวโซเลียมเจอีดังเมยากินังโฮตูสุกิตาฮอนตูญาตโยอีดังเมยากินัง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Desa tau Idang me Nyati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Ita Wakta Samhe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e Dewa Sabe Satta Sabe Buddha Anumodantu Sabasam Patisiddhya Sadhu Batu Sabba Manggalang Rakantu Sabba Dewata Sabba Buddh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galang Rakantu Sabba Dewata Sabba Dhamm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galang Rakkan Sabba Dewata Sabba Sangkh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ตุ้งกี่ลองจ้องเพลงอ่าน